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7月17日，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7，灌输希望。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15篇到117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117篇1到2节。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已经读了一章了，一篇，一个章节啊，很快吧？对，这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章节，只有2节。但它却是让我们的高度不一样。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什么原因？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很重要。有一位不知道什么名字的人，他这样说，我很喜欢。他说，赞美能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要记住，你的生命是一个歌唱的生命，这世界是神给你预备的大演奏台。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赞美神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歌唱的生命，不是真正歌唱但我们是可以来颂赞这位神，是吗？我们知道吗？这个神很祝福的这个阿妈，她其实不是唱歌不是很好听，可是他超喜欢唱歌其实是很奇妙的。他每次都说，我虽然唱得不好听，可是我生了一个很会唱歌的儿子。让他用什么来唱？他就是用朗读他就是不断的，然后他就会教他的孙子，不管什么时刻他都教他的孙子。我们就来唱歌吧。如果圣经背不起来，就用唱的。很奇妙哈！用唱的，我们就好像可以有希望灌输希望人在绝望当中，如果我们不来赞美神，不提高那个高度，我们真的看不到未来。但我们一赞美神，我们就提高那个高度，很奇妙。我们就是在那个高空中，就很像坐飞机，就很像空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视线不是在地上的，而是我们知道了至少那个大的局。当我们人有了大局，看到了这个格局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有点不一样哦，亲爱的大家。所以好不好，我们真的神既然给我们，我们就来赞美吧。而且我们的赞美荣耀不要归我们哦，不要归我们，要归因为主你的慈爱，主啊你的诚实。然后为何容许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在行事。这篇看起来就是赞美的这些人，他们经过大事情，对不对？因为接下来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是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哇，讲得好实在，对不对？因为造他的人跟他一样所以再次呼吁，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亲爱的大家，在诗篇当中再一次跟我们讲我们眼睛不要看那些人手所造的，要来赞美，因为我们一赞美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我们就来赞美记住我们的生命来赞美这一位神，而且我们高度就不一样，我们可以全心来信靠神，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所以115篇13节很有名的说，凡敬畏耶和华的，不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敬畏就对了。
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啊！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是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也不能，但我们要称赞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看起来就是使被掳的他们归回之后写的，因为他们过去受到异族统治的压迫，这个时候啊，他们需要被鼓舞，重新坚固他们的信仰，紧紧跟随神啊。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如果觉得很沮丧，就来赞美，就来不知道怎么赞美，真的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有没有这种？有啊，那就用诗篇来赞美，用诗篇来赞美，尤其是赞美祈求的诗，赞美的诗，今天这个就是赞美的诗哦，是被掳归回。所以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来赞美的时候，神就来兴起，使我们的高度变不一样。被祝福被神祝福的这个阿嬷，其实她人生信主之后也很坎坷，虽然她的独生子真的非常懂事，在那个时代啊，真的是很有名的人，不管是演说家，在金融界，在教会界非常优秀，一表人才，而且非常有影响力，非常的会演说。当然他因为对圣经也熟，他也可以帮忙牧师去讲道。但是他的儿子这么有才华，他说我等我退休啊，我现在要好好认真的在我的事业上打拼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有才华，口才超好，超级好，被他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派到国外去，不只会演说啊，那时候已经开始是有选举的，都是被请去当辩论家，都被请去当演说家，出国比赛得冠军呢。当神有呼召他要来当传道人，他说等等等等。但他在他公司有一件事情，让他原来在他那个居住的那个社区，那个所有的人，他是第一个有电视的，可是却是因为公司发生一件事，他所拥有的房子，所有的全部都归于空，还要被负债，还要逃到外地去。我们想这个被神祝福的阿嬷心有多难过，可是她没有被这些打击啊，她就是来赞美神。她说当我来赞美神，我就知道我要东山再起，我的儿子，我的家庭，神要祝福。很奇妙。每次他赞美神，就鼓励他，神就鼓励他，真的给他东山再起哦。一个这样的女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来读圣经，不跟神连接，不来祷告，真的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神给我们希望，有了希望，即便我们在低谷中，我们仍然能够东山再起，因为这些话，因为这些诗人，他们也是被掳归回，好不好？我们来思想，我们来默想，这世人所拜的偶像跟我们所信奉的神有何分别？世人认为偶像有求必应，便是灵验，我们对神的信仰是否也是这样呢？
依靠耶和华跟依靠偶像有什么不同的果效呢？我们如何来决定我们要信靠的是谁呢？我们怎么样去宣扬我们所信靠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要怎么报答你？主啊，就像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你听了我的声音跟我的恳求。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忘记来求告你，我们忘记来依靠你，以致我们在那个苦海中，但主你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你用你的话语给我们希望，这是美好的应许，我们要起来赞美你。主，我们要来赞美你，谢谢你提升我们的高度，每次赞美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有新的眼光，我们就有新的视野，给我们从你那里来新的智慧。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个盼望，那个希望，使我们行走起来，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就越走越有力量，越有智慧哦。我们明天见。